歡迎大家出席香港中華煤氣有限公司2024年全年業績嘅新聞發佈會。咁今日出席嘅管理層係包括常務董事黃惠儀先生、執行董事暨首席財務總裁楊呂明先生、執行董事暨首席投資總裁陳英龍先生。咁而喺現場嘅鏡頭外邊呢，亦都有多位嘅高級管理層嘅同事喺度在席㗎。咁包括呢係營運總裁香港業務鄭曉光先生、營運總裁內地公用業務紀偉毅先生、營運總裁再生能源業務邱建航博士、營運總裁延伸業務名氣家楊軍先生、營運總裁綠色燃料及化工岑文輝先生，以及係營運總裁氣源業務周恒祥先生。係啦，咁稍後嘅提問環節呢，大家如果有問題呢，咁各位無論係喺鏡頭外或者鏡頭內呢，咁都好樂意去為大家解答嘅。咁而今次亦都同之前一樣啦，咁係一個網上嘅記者會嚟嘅，咁所以呢，記者朋友呢，可以喺我哋嘅系統度輸入問題，咁管理層呢，就將會係為大家解答。咁而家呢，先請黃生係為就住2024年嘅業績呢做一個簡介。好啊，各位傳媒朋友，大家晚上好。咁我哋大家都知道啦，尤其傳媒咧知道我哋前主席李兆基博士咧就係琴日離世啦。咁我建議咧大家咧靜默1分鐘對佢嘅致意，好嘛？咁我哋開始知道傳媒咧，你哋會好多問題，我想咧用少少嘅時間咧同大家講下我哋啱啱公布嘅業績，咁然後咧啲時間咧就交俾各位傳媒提問題。咁大家睇到呢個屏幕咧，我哋綠色highlight 咗出嚟嗰度咧，就係業務嘅核心利潤啦。咁喺2024年咧，我哋係有59億即係接近60億啦。咁而稅後嘅經營利潤咧係75億。升咗5% 嘅。咁喺我哋嘅公佈業績嗰度咧，我哋嗰個公佈咧，亦都有短短幾個字，我想再讀一次出嚟，就係公用業務保持穩健，可再生能源業務增長強勁，而綠色能源業務咧蓄勢待發。呢3句咧就剛剛好響應到我哋嘅業務嗰個發展，未來嘅發展嘅情況係點樣？城市燃氣業務咧係好穩定、好穩陣嘅。咁香港咧係受到天氣嘅影響啦，因為香港除非人口咧就增加，咁呢個等特區政府定啦。咁我哋嘅氣量咧就每年都係好持平嘅，差唔多。如果嗰一年嘅天氣凍一啲咧，氣量就會增長。咁嗰一年係熱一啲，好似舊年咁咧，係全球係最熱嘅一年咧，咁氣量係受壓。但係亦都好咧，亦都雖然係受壓，但係我哋嘅睇到咧航空業咧嗰個復甦，同埋好多旅客都嚟咗香港啦。雖然有香港嘅居民咧北上。但係嗰個咧有個對沖咗啊，所以變咗嗰個氣量咧，我哋係輕微下降咗0.1% 嘅啫。咁國內嘅城市嘅業務咧，嗰個氣量咧係好健康，有5% 增長。咁我哋預測咧未來咧都會有一個單位數字嘅5% 到嘅增長嘅。亦都係配合國家嘅3060咧，碳達峰、碳中和，而天然氣咧係一種清潔嘅能源，因為佢只係得一個 carbon 嘅啫。咁亦都係國家，亦都係未來咧，去到2060年咧，都預測咧嗰個氣量咧會整體嘅氣量咧係會用到6500億嘅立方嘅。咁響我哋睇到呢個表咧，就係整體嘅我哋嗰個核心利潤成咧都有單位數字嘅增長啦。咁去到喺物業重估嗰方面咧係有一個下調嘅。咁喺2023年咧呢個 IFC 嗰個物業重估咧係有5億嘅升值啦。咁喺2024年咧係有幾千萬嘅調整嘅啫。
咁因此咧佢有一個比較大嘅跌幅，但係呢個咧係 non-cash item 嚟嘅。咁我哋咧最管理層最緊要睇住咧，我哋本身嗰個核心業務啊，就係食肆燃氣啊、水啊，同埋未來嗰個再生能源啊，同埋綠色能源嗰方面。咁屬於股東淨利潤咧係57億，而舊年咧係有60億啦。咁我哋下跌咗係6%，但係 core business 咧係上升嘅。咁我哋維持經過董事會商討之後咧，我哋維持全年嘅派息咧係維持響35仙，每股35仙。哦，咁我就係簡單同大家講咗我哋嘅業績，咁我哋將時間交俾各位傳媒朋友，睇下你哋有咩提問，好嘛？好啊，多謝黃生。咁提一個補充一個數字啊，香港嗰個售氣量咧係過去2024年升咗0.1%嘅，係啦。咁第一題問題啊，就係想問咧，就係關於氫能嘅，話氫能咧係集團未來嘅發展亮點之一。咁想問下嚟緊有啲乜嘢計劃？好啊，我哋交俾Don。鄭生。好啊，多謝傳媒朋友嘅問題。咁啊，首先我想講下咧，其實香港咧，其實咧用氫能咧，其實係一個好得天獨厚嘅地方。因為點解咧？其實我哋喺而家，我哋唔需要增加我哋嘅生產設備咧，我哋每日都能夠喺個管線裏邊咧攞34噸氫出嚟。咁34噸氫係代表咩意思咧？可以俾差唔多600架雙層巴士去用嘅。咁所以咧喺嚟緊呢段時間咧，無論係喺車嘅應用啦，同埋我哋今年咧亦都同其中一個香港最大供地氫能嘅發展嘅供電嘅發展商咧，我哋有個合作。咁意思即係話咧喺嚟緊今年咧，我哋有機會提供氫能喺工地裏邊咧作一個發電嘅用途。咁另外咧，亦都今年我哋亦都會有一個比較特別啲嘅項目咧，就係用一個氫能嘅發電嘅充電站。咁呢個嚟講咧，有啲地方如果佢供電有啲問題嘅時候咧，佢可以用我哋煤氣管線裏面嘅氫能咧去做一個氫電池發電，跟住嚟講咧俾充電樁去做嘅咁。咁其實亦都有一個今年年尾我哋有一個都比較亮點嘅項目咧，就係我哋利用堆填區嘅沼氣去做綠氫。咁其實咧呢個綠氫生產嘅地方咧，其實除咗生產出嚟之外咧，其實我哋亦都有一個充氣嘅設施嘅。咁意味着代表咧今年年尾咧，我哋亦都會有一個咧用綠氫嘅。我哋叫加氫站咧，會發生嘅。咁所以如果有機會咧，可能今年亦都邀請啲傳媒朋友咧去睇翻我哋今年幾個呢啲咁嘅試點項目嘅。多謝。好，唔該鄭生，係啦。跟住嚟呢個題目咧，就係想問下，就係業績公佈裏邊咧提到，就係港華智慧能源嘅可再生能源業務嘅利潤咧就增長咗5倍啊，咁開始進入咗收成期啦。咁嚟緊呢，中華煤氣喺內地咧係會唔會加強嘅投資喺可再生能源業務方面咧？咁樣同埋會唔會帶嚟一啲可觀嘅利潤增長咧？好，我先講一講一樣嘢先。可再生能源咧係我哋咧就係放響1083嘅港華智慧能源嘅。香港中華煤氣咧，我哋因為冇公司，我哋係唔會涉及做呢樣嘅業務，交俾下邊1083港華智慧能源。咁至於我哋會唔會投資咧，就係響港華智慧能源會唔會投資咧？我時間交俾我哋嘅邱博士咁啊回應一下。好，傳媒朋友好啊，我還是用普通話。首先呢，就是可再生能源確實在經過過去幾年的發展也是在中國整體的這個一個能源政策非常有利這個發展下，我們在2024年呢有一個5倍的這個經營利潤的增長。那麼這個可再生能源，我們是在一個工業屋頂的光伏。那麼在這個領域的話呢，每一年都有一個接近100個 gigawatt 的這麼一個增長，所以我們的這個量還是不大的，所以第一個來講，這個空間還是非常非常的大。那麼呢，我們呢在過去幾年已經具備了這個能力，而且呢也有非常好的這個光伏的回報，所以呢我們在未來幾年還會繼續的這個維持，並在一個如果這個整體的形勢等等我們判斷好的話呢，還會再進一步加大這個的增長。那麼在2024年呢，我們有一個非常好的，就是通過引外部的合資的這個發展，所以我們這個發展的資金的話呢，都有很好的保障。那麼我們在過去幾年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這個可再生能源的發展呢，不僅僅是在投資，我們還有一個就是在一個輕資產的服務
啊，这个方面的话呢，我们在全国120几个零碳智慧园区呢有布局，同时的话呢，我们有包括 AI 在内的这个数字的这么一个能力呢，也非常的做得非常好。所以呢，我们在未来的可再生能源发展不仅仅是投资，我们还会再进一步的在这个用 AI 的数字化这里面轻资产服务有非常大的机会。那么我们的利润的增长呢，在投資的部分，更重要的，我們會在智慧服務方面會有很大的增長。好，謝謝。好，唔該邱博士。咁嚟緊嗰條問題呢，就係明報同埋經濟日報都提及嘅，就係想問 SAF 可持續航空燃油，就想問下公司今年咧會唔會推進 SAF 業務分拆上市呢？咁同埋咧就係話喺而家全球個航空業咧都變化嘅情況之下呢，點樣睇香港嗰個國際航空樞紐地位，同埋公司喺提供 SAF 嘅時候呢，嚟緊會唔會加強供應俾本地嘅航空公司？好啊，多謝傳媒朋友嘅問題啊！好多人好關心Ecosiris 伊斯萊究竟會唔會分拆可上市？咁首先我答翻呢個問題先啦。關於上市嘅進程咧，其實我哋今日咧係冇一個落實嘅方案嘅。但係當然啦，我哋都重新強調，今日咧 Ecosiris 係符合咧各個地方嘅上市嘅條件嘅。即係如果上市咧，我哋需要咧可以隨時撳個掣咧就可以啟動㗎啦。但係點解我哋會咁講話今日冇一個落實咗嘅條件咧？第一樣嘢啦，我哋都仲係一個高速發展嘅當中嚇。第二樣嘢，我哋都睇緊世界環境同埋市場環境變化，邊一度係最有利股東嘅同埋邊個最有利呢個公司嘅發展嘅方向嚇。所以我就今日講我哋今日冇一個今日喺一個 table 上面已經定咗嘅上市方案嚇。咁第二個問題問啦，香港嘅航空業當然我哋係非常看好嘅尤其是而家我哋做綠色燃料SAF 嘅發展當中，咁我哋都好歡迎咧見到特首去年嘅施政報告啦，今年年初嘅財政司嘅財政預算案入邊都有好大嘅着墨喺呢個SAF 嘅發展嗰度。咁我覺得作為亞洲嘅樞紐同金融中心咧，呢個地位係無可置疑嘅。咁我覺得香港咧亦都係取代唔到一個樞紐地位嚇。第三樣嘅頭先啱啱仲有個問題就係話，我哋嘅供應鏈放心，我哋而家嘅供應量咧其實係好足夠嘅。我哋擴產嘅速度同埋我哋擴產嘅技術咧，亦都係好靈活嘅。咁如果我哋見到香港個市場嘅需求開始好似歐洲咁蓬勃發展起咧，咁除咗香港或者係國內啦、中國香港啦、新加坡啦發展嚟，我哋喺相應嘅地區度擴產咧嘅可能性都係有嘅嚇。多謝。好啊，Alan 啱啱你答埋本來嗰條問題就係問馬來西亞喺 SAF 個廠房落成之後，會唔會喺其他地方都會有計劃設廠嚇？好啊，咁跟住落嚟嗰個問題咧就係問關於另外一個嘅新能源啊，就係氫能。煤氣會唔會同巴士公司或者旅遊巴合作去做供氫咧？頭先鄭生。其實而家我哋同其中香港一間巴士公司其實已經有一個我哋有一個協議，咁其實我哋會提供氫氣俾佢。咁至於其他頭先有傳媒朋友提到就係話一啲我哋叫做接駁巴士係咪，或者一啲其實我亦都同旅遊巴啦，其實我哋同其中一間傾緊嘅。咁呢個就係喺機場同埋即係內地，因為內地而家其實已經有氫能巴士嘅。咁其實佢亦都有機會咧，就係經港珠澳大橋去機場。咁其實呢一個間巴士公司其實已經同我哋去傾緊。咁有待可能我哋亦都要同機場未協商啦，因為有機會嗰個加氫站會喺嗰邊嘅地方啦。咁其實即係總括來說，其實就係除咗公共巴士之外咧，其實有其他嘅巴士公司其實同我哋傾緊嘅。唔該。好，唔該鄭生。跟住一條問題咧，就想問下就係管理層咧會唔會決定咧嚟緊維持咧係凍結個標準煤氣收費同埋個保養月費，咁同埋咧如果要做呢啲嘅調整嘅時候咧，會考慮啲乜嘢因素？過往幾年呢，我哋都每2年加價一次。咁大家回顧一下過往嘅時間呢，係一個低息嘅環境。而家咧就係一個高息啦，呢個係其中一個因素。第二個咧就係而家地緣政治而家都幾複雜啊嚇。
咁啊同埋好多地方咧就要有個 tariff 啦嚇，嗰個影響啦。咁供應鏈亦都係一個好緊要嘅因素嚟嘅。咁我哋睇咧未來咧，我唔敢講話即係要等2年後先要加價，因為咧好多因素不確定，而就係主要最主要咧睇個成本嘅啫。即係如果個成本未來係突然間飆升得好緊要咧，公司作為一間上市公司要回饋股東咧，我哋有加價嘅會有加價嘅壓力嘅。但係咧而家唔可以再出未去到加價嘅時間，所以我哋會審慎同政府、特區政府有關部門會溝通嘅。到時如果係需要作出調整咧，就會同政府溝通咗先，然後等政府再決定啦。好，唔該，黃生。好啦，跟住有條問題咧，就想問下，就係隨住今年咧會更多嘅綠色甲醇投產啊，咁請問下今年係咪會預計會都有利潤啦？咁同埋咧較早之前公司就同佛研啦就嗰個項目咧就嗰個生產基地，想問下嗰個進展係而家去到點樣？咁同埋有關嘅業務咧，嗰個回報率係點樣？我哋交俾阿岑文輝，我哋嘅 COO 呢個業務嘅回答。多謝呢個問題先。咁綠色甲醇咁啱啱初試提升啦。咁舊年都開始有啲國際銷售嘅訂單翻嚟。咁今年陸陸續續嘅訂單量都會開始多。咁盈利如果單獨以綠色甲醇生產嚟講咧，肯定係一個盈利嘅產品嚟㗎啦。咁希望陸陸續續咧對呢個業務會有一定嘅貢獻啦，對個盈利。咁將來嘅亦都隨住個產能增加會更大添。咁同法能嗰個項目嘅合作，即係個佛研合作呢個咧就係如箭在弦啦。咁而家都項目選址啊、政府嘅條件啊、地啊嗰啲全部都已經90-10啦。咁而家等咁咧就係一啲都慣常啦，要走啲政府審批啊、立項啊，同埋成立公司咁解嘅啫。咁應該咧年中開始咧，所有實質嘅嘢咧都會全部都展開㗎啦。咁跟住就按部就班啦。咁我哋希望就係可以即係隨住嗰個需求增長的話咧，就會大概27年投產。目前個工作計劃都係按照呢個進度去執行嘅。我補充一下咧，就琴日佛山市嘅唐書記咧，佢親自帶隊嚟到香港中華煤氣同我哋交流，亦都咧佢好有信心咧，即係政府需要做嘅嘢咧，佢會全力支持。咁又將呢個希望盡快將呢個項目咧係落實響佛山嗰度。好，唔該，黃生。好，跟住一條問題咧，就係問2024年咧內地延伸業務嘅重組完成咗，咁估計嚟緊咧將來嗰個效益嘅增幅會有幾多？好啊，我哋交俾阿楊軍總。多謝呢個問題啊。其實我哋係2024年咧完成咗延伸業務嘅重組，包括埋香港嘅延伸業務同埋國內嘅延伸業務。咁重組完之後咧，其實我哋係利用翻一個平台，係發展成個集團嘅我哋4400萬客戶嘅延伸業務。未來嘅發展咧，其實我哋都係有信心係做好嘅。幾個方面咧，第一係香港市場咧，我哋嘅市場佔有率咧係比較高嘅。但係我哋利用翻煤氣公司嘅服務嘅優勢，我哋都會係增加我哋嘅產品嘅品類啦，可能都會有啲白電嘅銷售嘅。咁會有一個繼續嘅增長啊。咁國內方面咧，其實我哋嘅市場嘅佔有率咧、覆蓋率咧，仲係相對比較低嘅。國內大概我哋係10%左右嘅一個市場嘅覆蓋率。未來咧，我哋可能係產品啦、服務方面咧會加強同埋我哋喺供應鏈方面咧會統一提升我哋嗰個效率。咁未來我哋希望咧係國內嗰個市場嘅佔有率咧會有一個大幅嘅上升。我哋有一個計劃，去到2030年咧，我哋成個嘅營收咧會翻一倍，達到80億嘅呢個港紙嘅。咁我哋希望我哋係統一平台之後咧，能夠用翻我哋自己嘅服務嘅優勢，可以係延伸業務咧有一個好好嘅發展，為集團咧帶嚟一啲新嘅貢獻嘅。好，多謝。好多謝楊生。咁剛才楊生提到白電啊，傳媒朋友其實講緊白色家電啊，即係嗰個嘅白色電器嗰個家電嘅範圍嚟嘅。好啦，
時間問題，我仲有2條問題。呢條問題係想問下集團會唔會可以展望下嚟緊呢嗰個嘅用戶數量同埋關於內地嗰個接駁費嗰個問題。咁啊，因為就住內地嗰個嘅房地產嗰個市況啦，咁樣咁想睇下好啊，幾位係。多謝傳媒朋友呢個問題啦。咁就其實我哋接駁費就主要同中國嘅房地產嗰個息息相關啦。咁而家中國房地產市場呢，就都係持續低迷，但係我哋睇到呢已經基本上係觸底啦。咁亦都睇到中央政府呢，特別係兩會期間呢，亦都係好對於呢個房地產非常樓市係非常重視啊。咁咧就我哋所以咧，我哋但係今年咧，我哋個接駁嘅戶數咧，仍然會下降。咁咧因為主要係反映我哋接駁咧就主要反映就係舊年啦1年多之前嗰種情況。咁我哋亦都但係呢個係一個整體嗰個中國樓市嘅一個嘅反映佢嘅情況啦。咁我哋預計其實將來咧亦都應該會止跌回升嘅。但係點都好啦，我哋用戶數係仍然會增加嘅，我哋嘅規模係會不斷壯大。好，唔該，紀生。好啊，最後一條問題咧，就係想問下公司嚟緊咧會唔會再考慮派發紅股啊？好多謝傳媒朋友呢個問題，亦都好多股民都問呢個問題。我哋冇否決話唔派紅股，但係咧都當然一定要睇我哋嘅業務啦。即係業務如果有上升而係穩健咁樣，每年都睇到嗰個上升咧，派呢個再派呢個紅股係有機會嘅。但亦都可以其實好多方面去回饋俾股東嘅，可以我哋增加嗰個派息嗰個錢都得嘅。今日即係收錢，因為我哋發覺咧有啲股東咧，佢哋嗰個如果派發紅股咧，佢可能得到啲散股啊。零散嘅股啊，佢仲難處理，不如將佢變成錢俾佢仲好。咁我哋好希望管理層一定係好希望咧，係我哋第一公司嘅利潤上升，我哋可以回饋股東多啲，用可以好多方面嘅。咁其中紅股係一個可以考慮嘅因素。好，多謝黃生。咁時間嚟到呢度啦。咁今日個新聞發佈會呢，就如果記者朋友之後呢，仲有啲咩問題或者係資料需要補充嘅呢，我哋嘅集團企業事務部嘅同事呢，好樂意協助。咁今日嘅新聞發佈會嚟到呢度，多謝各位。好，再見，拜拜。